兒童品格塑造系列，繪本與聖經信息連結。各位爸爸媽媽，我哋嘅小朋友每日生活喺一個充滿評價嘅環境入面，邊個靚唔靚，讀書叻唔叻，邊個運動好，邊個又乖又聽話。喺你很特別呢個故事入面，微微黑人每日都忙住幫人貼代表好嘅金星貼紙，或者唔好嘅灰點貼紙。主角胖哥因為成身都被貼滿咗灰點，令佢覺得自己乜都唔識，好差，好自卑。如果小朋友太過在意人哋對自己外表或表面嘅評價，好容易會迷失自我。故事入面嘅木匠伊來提醒胖哥，我哋嘅價值唔係由人哋俾嘅灰點點嘅貼紙決定。無論世人點樣評論，我哋都係上帝寶貴嘅創造。上帝會按住我哋嘅本相去珍愛每一個人。當小朋友內心有咗呢份安全感，先可以更有勇氣面對未來嘅挑戰，並且可以用上帝嘅眼光去看待自己，睇自己睇得合宜，同會識得尊重其他人。正如聖經經文雅各書2章1節咁樣講，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我哋一同拒絕標籤孩子，幫助孩子建立穩固嘅自我價值觀，以及學識尊重他人本來嘅面貌。